南方人仲係對水鄉有住特別嘅向往，都話嶺南收埋住大灣區最後嘅水鄉秘境，日夜截然不同嘅煙火氣，絕對值得你一睹光彩。今日就同我哋一齊揭開呢一個700年水鄉古鎮嘅神秘面紗啦！嚟了啦！河海泛舟係古老水鄉限定浪漫，上千畝嘅野生荷花風姿卓越，連國家2級保護動物白鷺亦選居於此。坐船穿梭其中，伸手就可觸碰呢片夏日風雅，欣賞兩岸嘅嶺南水鄉風光，感受微風拂面。水鄉就係有種魔力，令時光慢落嚟。船嘅盡頭係一座活色生香嘅嶺南風情小鎮，行入涼茶文化館，了解涼茶始祖嘅故事，踏入詠春會館，感受一朝一夕嘅武術魅力。每個位置都滲透住嶺南味道。呢度唔單有水鄉風情，仲有新開嘅尖叫島等你釋放激情。8大項目無限暢玩，仲有208米嘅彩虹超級大滑道，從頂端衝落嚟嘅嗰一刻，尖叫根本停唔到落嚟。仲有全國獨創嘅水上錦鯉火車，穿梭8大主題場景，瞬間揾翻童年嘅快樂。仲有各類精彩演藝輪番上演，馬術表演、詠春實戰、黃飛鴻劇場，全部都係真功夫，沉浸式體驗傳統民族嘅喜慶同熱鬧。咁啱仲趕上咗嶺南春晚，明星大咖雲集，一開場就直接驚艷，仲有10幾位大咖輪番登場表演嶺南藝術節目，浪漫又不失韻味。逢周5、周6晚，仲有千年飛圍打鐵花，展開星光點點，璀璨煙火，將夜晚點綴得格外迷人。呢個有住700年歷史嘅古老水鄉，有玩唔盡嘅新花樣，有嘗唔盡嘅老味道。唔理你係想感受嶺南風情，定係想揾地方放鬆玩樂，嚟呢一度都啱晒啦！大灣區周末出行攻略，記得關注我啦！